如果你都有留意開科技同埋財經新聞，你會發現一件極度恐怖，但又係被多數人忽略嘅事。依家都去到2026年嘅2月啦，唔少大公司喺年初嘅財報嘅時候，都不約而同咁樣提到組織嘅重整。以美國為例啦，根據 Challenger 嘅報告就顯示，單單喺1月份公開宣佈嘅裁員人數已經超過10萬人，係金融海嘯之後最差嘅1月之一。你留意下啲財報嘅字眼啦，效率提升啦，組織嘅重整呢啲語氣，已經明顯由科技界啦全面擴散到更加多傳統嘅白領行業。裁員潮已經唔再係個別嘅事件啦。最得人驚嘅係市場同埋管理層嘅共識，佢哋都唔再當呢次係週期性嘅寒冬縮片啦，而係長期性嘅結構重整。因為工作流程本身已經俾 AI 徹底改寫咗。你以為呢個仲距離你好遠咩？你以為 AI 仲係喺2023年嗰個幫你寫下 email 嘅玩具？都錯啦！依家 AI 自動化代理 Agentic Agent 已經正式進入工作流啦。數據唔會講大話㗎。根據英國 IPA Agency Census 同埋各大媒體報道，英國廣告機構整體嘅 headcount 去年都跌咗超過1成啦。部分數據甚至顯示跌幅高達14%，而且跌得最傷嘅正係年輕層。另一邊廂啦，2月初市場因為 AI agent 進入法律工作流嘅消息，呢度令幾間法律資訊同埋工作流程巨頭嘅股價出現明顯嘅波動。呢啲跡象都反映一樣嘢嘅，投資者已經開始重新定價所謂嘅專業壁壘。AI 淘汰賽喺2026年嘅今日已經正式打響咗槍聲。今日呢條片，我會為你拆解呢個殘酷嘅真相，同埋講下一啲俾 AI 精準爆破嘅3大職場階層。都建議你先點讚收藏啦，因為呢個關乎你今年甚至乎係下半生嘅飯碗。大家準備好未？我哋進入正題。首先我哋嚟睇睇第一個被血洗嘅重災區，就係消失嘅 entry level 初級職位啦。如果你啱啱畢業啦，或者做緊頭2-3年嘅 junior， 你就要小心啦。以前嘅職場係一條有晉升階梯嘅，大學生出嚟做嘢，頭幾年都係做 spreadsheet、做基礎 research、執頭執尾。你用呢2-3年嘅時間做呢啲苦力，換取經驗，慢慢升上去啦。但係依家呢個階梯最底嗰3格已經被直接劈斷晒啦。其實早喺幾年前啦，IBM CEO 已經公開講過，會放慢啦，甚至係暫停招聘一批可以被 AI 或者係自動化取代嘅後勤職位。老闆嘅算盤都好精㗎。我點解要俾1萬幾2萬蚊請個僆仔返嚟慢慢教啫？我每個月俾幾百蚊美金買幾套最強嘅 AI 企業版，24小時無憂出錯率一定低過你啦。結果就係啦，好多行業都出現一個 K 型現象。Senior 就仍然搶手嘅，但係 Junior Opening 明顯就更加難揾啦。冇咗初級崗位俾你練手你永遠都做唔到 Senior 㗎。Entry level 唔係縮減緊，係正在被消失。嚟到第2個高危族群啦，可能都係正係聽緊呢條片嘅你。月入可能3到5萬，着西裝返工，都以為自己係好安穩嘅中層管理人員。Gartner早前有個極具前瞻性嘅預測 ，Through 2026會有一批公司開始用 AI 直接扁平化佢哋嘅架構，削走一大截嘅中層。問下你自己，你每日嘅工作價值喺邊？如果你嘅日常只不過係將下屬交上嚟嘅 Excel 轉做 PowerPoint 啦，喺唔同部門之間做人肉傳聲筒啦，或者係每日開會 keep track 項目進度啦，我好遺憾咁同你講，
你嘅護城河呢已經見咗底啦。好多新創嘅公司啊，已經帶起咗一個新常態，一個 founder 加上幾套 AI agents。AI 識得自動發配 task， 識得跟進死線，識得自動 gen 報表。中間嗰個只係負責點人做嘢嘅 manager 呢，其實已經冇存在嘅價值，淨係識流程執行，唔識破局創新。你嘅高薪就會成為企業眼中最篤眼篤鼻嘅成本。好啦，有啲人可能都會話：我唔係普通 clerk 仔嚟㗎，我係專業人士，我有牌嘅 AI 取代唔到我。呢個就係最大嘅認知錯覺。正如頭先開場講到啦，投資界已經開始重新定價呢個專業壁壘。以前我哋認為藍領最危險，但現實係高薪嘅努力勞動者，如果工作高度依賴資訊搜索啦，同埋套用 template 咧，其實係最容易被降為打擊嘅群體。以法務同埋審計為例啦，以前大行要用幾十個鐘收客幾萬蚊，去 scan 幾百份合約揾漏洞啊！而家 AI agent 可以喺短時間裏面完成初步篩查、分類、對照條款同埋提取風險點。當一個老闆用 AI 都可以做到80分嘅水平嘅時候，佢點解要每個月俾高昂嘅顧問費去買你個95分呢？高薪白領嘅利潤空間正在被極度壓縮啦。如果你嘅所謂專業只不過係搬字過紙呢，咁你嘅黃昏可能已經降臨咗啦。由 entry level 嘅消失，到中層管理被架構扁平化，再到高薪白領嘅專業壁壘被重新定價，呢場大清洗聽落好似好絕望啊！但係記住我接住落嚟講嘅呢句說話，危機嘅背後永遠都係暴利嘅機會。資本市場係無情嘅，但係亦都係最公平嘅。當舊嘅護城河被填平，新嘅階級就會出現。既然清洗無法避免，咁我哋點樣可以先企喺贏家嗰一面呢？喺2026年要生存落嚟，甚至係逆市加薪，搶走人哋飯碗嘅職場新物種，到底做啱咗啲咩呢？大家可以記低以下3個 AI 時代嘅唯一存活法則。以前嘅職場，我哋每個人都係一個齒輪，負責緊流程入面嘅一小部分。但係2026年最頂級嘅打工仔已經唔再係自己落手做生產嘅啦，佢哋係 AI 嘅牧羊人。舉個好實在嘅例子，老細行埋嚟講句，幫我搞份競品分析先。舊世界啦，你係做苦力，上網慢慢揾資料。新世界，你係總指揮官，你派 agent 一去爬10間對手嘅定位同埋定價。agent 2負責整理成5個維度嘅對比表。agent 3直接幫你寫1頁 executive summary。最後你只係做咗2樣嘢，判斷同埋負責。呢個就係 AI 牧羊人。AI 唔會淘汰你㗎，但係一個識得用 AI 建立全自動 workflow 嘅同事，會毫不留情咁將你淘汰。當所有 hard skills 同埋流程化嘅工作都被 AI 變成白菜價嘅時候，乜嘢會變得最值錢呢？記住呢句啦，技能會通縮，信任會通脹嘅。AI 會將所有硬性技能都搞到好平，但係佢係買唔到人同人之間嘅信任。AI 可以寫出一封好完美嘅 email， 但係搞唔到一個猶豫不決嘅大客。AI 亦都識得計出最好嘅 KPI， 但係亦都解決唔到跨部門之間充滿政治角力嘅資源爭奪。AI 更加冇辦法喺團隊士氣低落嘅時候，用同理心帶領大家走出低谷。呢啲非結構啦嘅溝通同埋情緒嘅價值，就係極致嘅人類屬性啦。去搶嗰啲需要高情商啦同埋複雜人際博弈嘅工作，呢啲先係你最深厚嘅護城河。前幾年啦都好流行講呢個安靜離職 （quiet quitting）， 做夠本分咪算咯。但喺 AI 大清洗嘅年代，聘用就係原罪。
因為你所謂嘅常規本分，正正就係最容易被自動化嘅部分啦。想立喺不敗之地咩？你要主動去舉手，接手公司入面最頭痛、最混亂嘅爛攤子啦。例如跨部門一啲好麻煩嘅項目、客戶嘅投訴、流程嘅重整，或者新產品由0到1嘅落地，呢啲冇 SOP 嘅位，先係你搶 ownership 嘅入口。我講嘅唔係叫你去做打雜㗎，我講嘅係叫你去搶 ownership， 即係責任嘅位。AI 只能夠處理有規則嘅環境，但係應付唔到混亂㗎。搶到有責任嘅位，你能夠為結果負責，你就變成不可替代。冇責任位，只係跟 SOP 做嘢，你永遠都只係一堆成本。2026年嘅職場淘汰賽呢，從來都唔係人類同機器嘅戰爭，而係進化者啦對守舊者嘅單方面屠殺。你可以選擇繼續自己等運到㗎，你亦都可以喺今日開始主動駕馭 AI， 選擇權喺你手上。睇到呢度啦，我想同你做個真實嘅互動。你覺得自己依家喺職場處於咩嘅狀態呢？喺下面留言可以打返1、2或者係3。打1，我覺得自己都好危險，工作太 template， 隨時都被取代。打2啦，我一半一半嘅咋，有啲嘢可以替代，有啲都係無可替代。打3，我覺得我已經係 AI 嘅牧羊人，我已經用緊 AI 大流程啦。打完數字都不妨可以打埋你做緊邊行啊，我會親自覆你㗎，用最現實同埋拆局嘅角度，幫你客觀咁去評價你目前嘅護城河，同埋提議你依家即刻可以學啲咩 AI 嘅工具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條殘酷真相真係可以叫醒咗你，都可以俾翻個 like、subscribe 翻呢條 channel、share 俾你身邊仲未醒嘅朋友。喺大時代嘅面前，我哋要一齊進化。下一集我會直接打開一張 AI 生存地圖，同你拆解下邊啲工種最危險，邊啲最安全，同埋普通人點樣喺1星期裏面零基礎入門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！